肉。你要去吃火锅会捞一下这个猪肉，怎么了吗？不对吗？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个答案，但我觉得你很荒唐。他喊最大声的是写什么？不能写。大家好，我係恭喜上美麗客家人。大家好，我係恐龍偶像八零年。大家好，我係我係香港人。遊戲規則：答題節目組會本題可以同客家師，韓國本來賓同客家嘅用法同意思，演出題就得分。上來問你係基本啲嘅客人係輕鬆咯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来学的客家字呢，你们知道跟什么有关系吗？跟动物。第一句，猪脚烧，屁嘞！我不相信。猪街勺。哦可以了。好了，圣迪达。好，可以。好，来1、2、3，嘿，喂猪。捞猪肉。你要去吃火锅会捞一下这个猪肉，怎么了吗？不对吗？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个答案，但我觉得你很荒唐。他喊最大声的是写什么？不能写竹节虫，还笑人。但我后来觉得是竹扫把。它是一个动作，你们形容一下那个画面，喂猪吃东西啊，喂猪。再想象一下那个画面，让你觉得他们在干嘛。好，1、2、3。在一个餐桌上，大家一直抢菜，很像猪，这样吃掉，那猪就会围过去，这样吃啊，所以就是大概意思。所以恐龙偶像吃饭猪街勺。还会。我觉得感觉就是一直跟人家要吃的东西的那种人吧。形容一个人喜欢插嘴，插嘴这个意思，你们想象一下，如果是有很多小猪，然后大家一直在接着那个勺子，大家一直抢，就是有插嘴的感觉。哦，竹架收，猪脚烧，好，接下来第二题，猪头面，对啊，可是是什么意思？你要猪的面啊，猪脚面线就是一。种面啊，猪脚面啊。不是骂人家猪头，算是形容人的样貌，知道了啦。形容他怎么样，猪头。跟表情有关系。哈，太简单了。是啦，蛮简单的。猪不是最爱讲的很的哥吗？猪哥就是色的人啊。哦，我跟你写一样啊。直接就是猜他是说他很胖，吃很胖。那我们这一题有一个提示，啊？这个梗是出现在多年前一个8点档戏剧的梗捏爆橘子，呀。好，好了，很生气，一定是一样哎。结果我们全错吗？好啦，全对。就是形容人生气，然后猪头面就是脸红红的，气到脸生气涨红的样子。猪头面。猪头面。下来一个动物是蛇。六道头沙，是广东话来的，说真的。 Oh my god, you 我 serious？们会有这个形容词。所以是什么？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你可不可以靠你自己的力量？这个人墙头草，你也是吗？我也是。我们一起得，结果是他得分。哎，应该是我们互捅吧？刺客好吗？像。我知道了， 007刺到我就有感觉了。枪。那为什么可以3把刀？是因为要我们自相残杀。我是写说到处讲人家坏话的那种人，多面呐这样子，可是跟双面人好像有点差像。不多啊。好，公布正确解答是形容一个人心狠手辣， 10分很阴险。阴险，两头杀。两条杀。好，所以我们剩下最后一题了，好好把握。抽喉筋，秋秀干。这有一个气势，有一个气势。一个动作。正解。好，已经得到了。引翻版，发疯，一个人发疯。打人。我觉得我很可怕，陀螺，陀螺。就是打陀螺，他有一个气势，把绳子这样。抽屁啦！嘿，我知道答案对呀了，我刚刚想到了啦，打小孩，抽人辫子，一定是小孩。猴子常常被形容为小孩，
从小就被叫猴子，因为我很皮，所以我就突然觉得我的猴精应该是会被大人抽。哎，你好正确哦！我觉得我们两个答对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我要公布解答，因为它有一个关键字叫找做错事的人算账。好，比如说他不小心把档案删掉了，我们要重录，就会被抽猴精。他还会被跺脚筋哦，他各种筋都会被抽出来哦。除猴筋，除猴筋。行業班上說，歡迎來到我嘅 Barbie Bus， 入邊有 coffee、有 tea， 還有米。講義講行業，太自然嘅萬物就係人嘅欣賞。當到行業嘅詞係用動物延伸出來嘅喲，像我 Barbie 當會跳舞，你看我呀，跳係馬街舞。撒好來，我馬咁乜撒？馬街舞，馬街舞。係跳嘅厲害，係唔夠厲害啊，喊會哦！嚟教大家鐵炸豬頭面，係乜嘅意思咧？最後講吼，13年，啲天嘅時節，日嘅面哦，就會面風起叉樣。我有感覺當天你用嘅冇，我吼特別開飛嘅時節，我當講吼嘅面風起叉，豬頭面嘅頭家，家下吼嘅吃中人，當出面有一些些豬頭面。我真講唔錯，用隻行語聽聽，咁樣按樣衝，豬頭面就出來咧。豬頭面。還有一種人在開飛嘅時節，我咩動腦，人家啊花芒講嘅就動好插嘴，行人又慢講呢，我都豬腳索，喺度到呀兩三年，真勁係變，真勁我當天豬腳索。前定人家嘅同文，我當講，因為佢當錯，很多兩條沙。兩條沙係乜意思？肯定人講哦，特別吼，人家看到嘅沙呀隻事吼，一定係模糊嘅。兩條沙吼，反正都心狠手辣，十分陰險。心狠手辣就係做事情冇留情面。我做一隻殺手，我咪要做兩條沙嘅人。我特別芭比就本人欺負，看下一下用蠻對付。以前欺負過我嘅人，之後仲唔得得罪我。喺得罪我嘅人吼，唔掂我家表現乜嘅兩條沙，看人我對付你，現場嘅人同我講嚟輸睇咧，兩條沙，也搞嘅行義係。豬後筋，就係前幾吼，啲村人前幾吼山莊嘅人，佢說吼家下本嚟沙到嘅，還採毛，還做啲條魚吼，還驚哦，還驚哦，有人來潛嚟山莊都豬後筋，豬後筋。下課，今日6樣嘅東西全部就5件睇人家，一下就豬頭面。係啊，嚇得要命，豬頭面。江先生看起來講什麼嘅，但係一隻兩條沙。一下就變2條沙。你看他拿着這個，你們可不可以不要一直拿我出去？我見唔見？我頭先嗌啲。上廁所嘅時節哦，江老師跟我頭前上廁所，不過我給他尿到外面，然後我就幫佢除後筋。我尿到外面，尿到外面是你吧？我現在要除你後筋吧？你到底在講什麼？